这个。别出这个凳子，懂事啊！这么凉的，谁让你这么着急？那冻的凳子谁让你坐了？凉的凳子屁股都湿了，凉啊！冻屁股了呗？没事，来，我给你想个办法。看着啊，等着。这跟谁脸上吧，这四方就正了。这儿。老弟，你这会把那豆干直接烤着。好嘞。我放。你给我那方子，把那方子给我拿来。给我那方子，来啊！给我那方子，长的。下面放这玩意儿干啥用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让我等着，费这么大劲儿，给我做个封箱啊！别着急，等着。哎呀，这玩意儿烤出来可老香了。有事呗，这松木烤出来这味儿确实挺香的。还是一个变黑了的风箱。就挺热乎的，行吧？吃肉干。我这个吃。美真的，真的，好的呢。老爸秘制小汉堡，咋样？得劲吗？真得劲儿。咱们三兄弟也顶个诸葛亮啊！那诸葛亮他也不是木匠，诸葛亮是法师，中单还能打野呢，那么费来，看不懂。不敬佩呀，这个互相得保点句啊。他听不懂。